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2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前不久发生的湖南郴州烟花店爆炸事件。前不久晚上对吧，都在流传说湖南郴州一个烟花零售店的老板彭涛为了这个检舉揭發，實名舉報當地的官員勒索不作為、懶政什麼一刀切，不惜以自殺對吧，捨身去舉報這些有問題的官員。這個在網上引起熱議然後這個他所經營的這個煙花零售店發生爆炸，這個事情在網上已經有幾天了，熱度過去了。我們再回頭看一看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兒。這個事情剛發生的時候我沒有談這個事情，這個大家也知道，因為網上的信息不全，都是很多人網友以訛傳訛，那個消息非常多，很多信息在我看來一看，那就是一言假，不值得討論了，對吧？由於這個真實的信息匱乏，所以也沒法去談這個事情那麼今天為什麼聊這個呢？一個是熱度已經慢慢的過去了有點塵埃落定的意思。另外一個呢，這個中國新聞週刊他去現場做了個採訪，關鍵是這個新聞週刊採訪了那個實名舉報當地官員的那個零售店的老闆的妻子。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就有一些信息比較有價值。中國新聞週刊嘛，那好歹它是一家比較權威的媒體，它的可信度那總比那些網上傳言要高一些對吧？相對來說值得去分析分析，從中找一些蛛絲馬腳。這個中國新聞週刊這麼說的他說12月2號39歲的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區永興煙花零售店老闆彭濤服毒身亡事件受到關注。此前有媒體援引知情人士信息報道稱，彭因銷售許可證辦理受阻，積壓了大量存貨。有人說他進了1000多萬元的貨，準備過年賣的，經營許可證提交了很多次，一直卡住辦不下，沒有辦法了，喝了農藥，房子也炸爛了。說實話我當初在網上看到這樣的信息，我是不相信的。我不相信，我只是說這個傳言它違反了常識。就大家想象一下1000多萬元的煙花，那是什麼樣一個場景這種店只可能在郊區，大家都買過煙花，都放過的吧？那種沖天炮、禮花，你就按500一個吧，1000多萬元，那得2萬個。你說一個煙花零售店，你腦補一下放2萬個那樣的禮花，那是多大的場地就你多大的庫房這不是開玩笑嗎？就是所以說這個很多這個網上這傳言你只要稍微過一下腦子，你就發現這東西不靠譜，所以你只能是對吧？聽一聽就完了。那是不是因為他許可證提交給他卡着不辦，導致他喝農藥呢？這個我想有這種可能。我們要看這個媒體是怎麼說的中國新聞週刊說他說12月3號上午，彭濤的妻子就是那個煙花零售店的老闆他的妻子孫麗，但是這個名字是化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說上述報道不實人家老婆闢謠了，說永興煙花零售店有煙花爆竹經營零售許可證，且許可證的在有效期內。他說我老公不是因為辦證受阻問題自殺，近段時間當地多個部門以空氣質量等不達標為由，要求關停店面。目前店內有貸款200多萬元的囤貨，他只想在證件到期前被允許繼續營業，以減少損失，但這點要求也沒有被相關部門同意這是那個已經去世的煙花店的那個老闆的妻子說的那麼這個中國新聞週刊他也採訪了郴州市應急管理局、生態環境局這些工作人員呢，告訴記者說，調查組目前正在調查，相關進展會通過官方渠道公布。那麼這個煙花零售店的老闆的妻子向記者出示了煙花爆竹經營零售許可證。我也看了一下他這個許可證有效期是從2024年12月27號到2025年12月31號。他這個上面明顯的許可類型叫長期零售，經營方式叫專店經營，經營面積72平米。大家想象一下，你這個經營場所，你這面積只有72平米，8米寬，9米長，大概就這樣的嘛，不就72平嗎？這個地方不算大。核定銷量就儲量的，核定儲量就是你這個店裡面能放多少煙花，堆放多少，是300箱，不大於300箱。按公斤算是不大於300公斤，實際上就是個小型的煙花零售店就是很多大街小巷、農村裡面常見的那種有的小城市恐怕不管的，對吧？就是煙花店嘛，其實沒多大。中國新聞週刊
刊說啊，舉報官員後服毒身亡。11月30日，突如其來的爆炸聲打破了郴州市北湖区同心路清晨的寧靜。有附近居民向媒體回憶稱，突然听到很大一声響，聲響持續了大約20分鐘。他後來才知道，聲音是来自距離自己店鋪2.3公里遠的華泰城位于同心路89號一個煙花爆竹店燃爆。有附近居民稱啊，其所在的樓棟的窗戶玻璃被震碎。網傳視頻顯示，伴隨巨大的爆炸聲，現場火光衝天，濃煙滾滾，一輛停在路邊的白色轎車先方並被引燃。也就是啊，這個爆炸給周圍啊帶來了財產損失啊。根據這個北湖區應急管理局通報，當天上午7點46分，同心路一處煙花爆竹零售門店發生爆燃，事故造成3名人員受傷，已送醫救治。涉事門店就是永新煙花零售店，成立於2023年9月，注冊資本30萬元人民幣，注冊地點就在北湖區洛仙街道高壁村，經營者為彭濤。爆炸事故前，彭濤曾在朋友圈發文實名舉報當地多名公職人員。舉報內容顯示，彭濤出生於1986年，其舉報對象涉及煙花店所在的街道黨工委原書記、街道派出所和執法隊相關人員。北湖區應急管理局工作人員彭濤稱啊，他們向其索要煙花和財物，不買單。此外，他還舉報郴州市分管副市長和環保部門一名領導拿不出科學依據，就說污染和煙花爆竹有關，屬於懶政和一刀切亂作為。他還在舉報內容最後稱，當你們看見我反映一切問題時，我可能不在人世了，這也是我的遺言。12月1號，郴州市聯合調查組發通報稱啊，近日北湖區一煙花爆竹店店主彭某某實名舉報公職人員涉嫌違紀違規問題，並在網絡上發布其本人引用疑似敵草塊，就是一種農藥啊視頻。我想那個視頻恐怕大家在網上也看到了啊，他在車裡面。郴州市公安局啊已經找到彭某某，醫院正組織醫療團隊全力救治。這是12月1號啊，12月2號有網友發帖稱啊，彭濤已經去世。這名自稱是彭濤朋友的網友稱，彭在2日早上6時多在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重症急救科經搶救無效去世，遺體已經被送到了殯儀館。該醫院向媒體確認，彭濤搶救無效去世，中毒的劑量太大了，超過了致死量太多倍。我看網上那個有視頻說他喝了2瓶啊，那個敵草塊。那具體什麼原因呢？中國新聞週刊啊採訪這個老闆娘說啊，他想在證件到期前繼續開業，減少損失。彭濤的死因引起了公眾關注。有媒體援引知情人士信息報道稱啊，說彭因銷售许可證辦理受阻，积壓了大量的存貨。有人說他進了1000多萬元的貨，準備過年賣。經營许可證提交了很多次，一直卡住辦不下，沒有辦法，喝了農藥，房子也炸爛掉了。根據煙花爆竹經營許可實施辦法，未取得煙花爆竹經營許可證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從事煙花爆竹經營活動。對未經許可經營、超許可範圍經營、許可證過期繼續經營煙花爆竹的，責令其停止非法經營活動，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並沒收非法經營物品及違法所得。你看看啊，這裡面有個叫超許可範圍經營。12月3日上午，這個老闆娘啊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稱啊，上述報道不實。孫俐稱，永新煙花零售店已經營3年，許可證每年辦理1次。目前該店經營許可證沒有過期，但近段時間當地多個部門以空氣質量等不達標為由，要求關停店面。目前店內有貸款200多萬元的囤貨，說一家老小全靠這個煙花店維持生計。孫俐稱，最近幾個月每天都有一些部門工作人員給彭濤打電話催促他關門，他只想在證件到期前可以被允許繼續開業，以減少一下損失，但這點要求也沒有被相關部門同意。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彭濤聽說11月30日有關部門工作人員會上門強行關停該店，他就選擇在那天早上7點多燃爆店鋪，他是在用生命搏公道。老闆娘說啊，
他在燃爆前曾主動放了幾桶煙火，提醒附近居民遠離。我們在這裡做了3年生意，很多熟客都知道彭濤的為人。按照老板娘的說法啊，為了這個附近居民的安全，為了免得傷及無辜，對吧？這個老板啊死之前還先放幾個煙花，也提醒附近居民遠離，然後他就要去點這個就是自爆啊煙花店。所以这個問題就在這兒。孫儷提供的彭濤生前一段自拍視頻顯示，彭濤稱其店面房租至今未到期，官方就讓其關門，且不給補償，不讓我活，我就不活了，大不了一死嘛。孫儷提供的彭濤生前一份舉報信還顯示，其提到郴州市生態環境局多位領導在煙花爆竹污染管控工作中存在懶政、一刀切等問題。中國新聞週刊了解到，今年10月底，郴州發布了關於市城區進一步規範銷售和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通告意見這個叫徵求稿。在這份徵求意見稿中，與2023年實施版相比，郴州市禁燃區範圍明顯擴大，其中燃爆事發地附近的大型社區華泰城被明確納入禁燃範圍。意見稿提出對禁燃區範圍內不符合法定設定條件的煙花零售網點停止辦理相關行政許可。但不過因為該意見稿尚未正式施行，政策變化對彭濤許可證的影響尚無官方說明。目前郴州市已成立由市紀委監委、市公安局、市應急管理局等單位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反映的問題進行全面核查。當地表示，一經查實，將依規依紀依法嚴肅處理，絕不姑息。郴州市生態環境局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調查組目前正在調查，所以該局現在沒法對彭濤的舉報信做出回應。我們和媒體一樣，也在等待調查通報。這個老板娘說彭濤的遺體目前仍在殯儀館，我要繼續為他討還公道。這就是中國新聞週刊去了現場做了一個報道。實際上我根據這個中國新聞週刊的報道，再結合網上的傳言，還有最近全國各地發生的事情，我對這個老板舉報官員服毒自殺這個事情大概有了一個輪廓。根據這個多方描述我推測是什麼個情況呢？這個老板娘說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信的。也就是說當地政府在這個他的煙花爆竹零售店還沒有到期情況下，恐怕是動員或者用行政命令或者是強迫他們關門。說辭就是煙花爆竹污染管控。那這個永興煙花零售店恐怕裡面囤了一些貨，這個貨有沒有200萬呢？也是存疑但是肯定是有貨。那作为这個永興煙花零售店，它是2025年12月31號到期。按道理來說也辦過店的都懂，你只要今年你開店沒有受什麼處罰，你第2年都是你去辦證延期1年，對吧？這個都是個程序性問題基本上沒有人卡你。煙花爆竹是新年，對吧？春節、元旦、15，就這個時候是旺季，所以這個對永興煙花零售店來說他要打個提前量，對吧？他有可能提前囤點貨，這個時候囤貨呢可能相對便宜一點，你等到春節之前再囤，很多貨你進不到，第2個還貴，所以他有可能做煙花生意的都懂，提前2個月或者3個月，對吧？先去進一些囤在那兒慢慢賣。也有可能是去年，對吧？沒賣掉的留下的，對吧？去年囤多了，對吧？沒賣掉，那這些對這個煙花零售店來說這就是錢賣掉都要變現。結果就是因為這個叫郴州市關於市城區進一步規範銷售和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通告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徵求意見稿，還沒有正式實施，對吧？問題就在這兒但是當地的環保部門、有關部門就開始實行了已經。按理來說你這還是徵求意見稿，還沒有正式公布，但是他們這個環保部門應急部门恐怕就開始給這個老板天天打電話上門，讓你關門。明明還有1個月才到期，這個大家能想象這個煙花店的老板帶着那麼多存貨那都是錢實際上他這1年2年的利潤恐怕就是那個存貨，那個存貨沒了，那這幾年就白幹。那他當然希望他不僅希望能讓他賣到12月31號，他更希望你給我證延期，對吧？因為接下來就是旺季就是春節元旦。結果這幫官員肯定是不允許對吧？人家是照着意見稿來，那這矛盾就爆發了。所以這個老板就說了不讓我活，因為大家記住了，就是那個貨不管是多少，一定是他這幾年的利潤，就體現
現在那個貨上面。如果那個貨回不來，他這幾年就白幹了，就這麼簡單啊！你想想，開個煙花爆竹這個零售店一年能掙多少錢呢？那相當于对他來說就是逼死他。所以第一，他就開始舉報。至於這個彭濤舉報的這些東西啊，實際上你很難查實。我現在把話放這兒啊，以後這個調查組這個通告出來，也查不出什麼大問題，對吧？你舉報這個郴州市環境局領導什麼管控中懶政一刀切，這個都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風的問題。反正到時候批評一下就完了，或者象徵意的處理一下。然後他舉報這些官員啊受賄，就是去拿了煙花不給錢，還沒有說給錢，對不對？他没有上面没有說啊，人家跟他要錢，他舉報信啊，像這種舉報啊，殺傷力不大，因為你沒有實錘，對吧？哪個街道辦的那個主任或者是書記跟他要錢了，要了多少錢？如果僅僅是拿你幾個煙花不給錢，那又是作風問題啊。這個在這個很多小地方是吧？這就是叫習以為常，就我都能腦補啊，很多這種煙花爆竹這種開小店的啊，对待這種主管部門，對吧？還有上門檢查的這當官的，那都是笑臉相迎。當官的就是給錢他也不要啊，對吧？當官的花10塊錢買個煙花，在走的時候給他送個大的，放到後備箱裡面，那肯定是這麼幹，對吧？到底是人家跟他要還是他给人家送，這都說不清楚。再說了，煙花反正對吧，你也沒多少錢，所以我的意思什麼意思呢？就是你舉報這玩意兒，最終啊，調查組的結論肯定是要處理幾個人，這就是工作作風，估計還談不上這個勒索、敲詐、受賄。當然了，如果查出啊這個相關的工作人員在其他方面的貪污，這個不好說了，這叫拔出蘿蔔帶出泥，這個不在咱們這個討論之內。我就說這個煙花零售店這一塊，那說半天說什麼意思呢？我就想到幾個事情啊，叫民生多奸吶。這個永興煙花零售店老闆啊，就是個普通人，是众多啊這個開小賣部啊、開這種小店的老闆中的一個。也許啊他不完美，對吧？也許他有其他的問題，就像這個眾多的小經營戶一樣，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啊，他還是被這個苛政啊給逼死了。為什麼這麼說啊？首先我們說說這個柳宗元，對吧？有一個叫捕蛇者說，說的好像就是這個地方，應該是永州啊。這個柳宗元呢，捕蛇者說，雖然現在啊課文裡面已經給他拿掉了，為什麼拿掉呢？也就是古人亂說也不行。捕蛇者說啊，實際上就是想說明苛政猛如虎啊。這個怎麼又扯到了苛政呢？所以我們也要想到现在啊，這個湖南郴州怎麼突然搞起環保？怎麼突然又覺得燃爆煙花污染空氣？是湖南這一個地方吃飽了撐的嗎？沒事幹嗎？我感覺好像不像。為什麼呢？實際上就在11月份，就在郴州這個永興煙花爆竹店爆燃那個前後啊，安徽省的亳州也發生了這個煙花爆燃，也可以叫爆炸事故。第一现場啊報道，11月26日，安徽亳州赵橋盧天廟附近，多位村民發視頻稱發生爆炸，伴隨一聲巨響，監控顯示衝擊波撞爛居民門窗。11月27日，趙橋鄉政府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情況無法透露。吉木新聞記者致電趙橋鄉政府和市應急管理部門，工作人員表示已接報，正在調查。當晚8時許，亳州市應急管理局工作人員稱，當地查處了一批非法生產的煙花爆竹，請了專業機構進行正常的銷毀。正常銷毀煙花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後果？27日上午，吉木新聞記者再次聯繫當地多個部門，亳州市政府工作人員介紹，當時是第三方公司的專業人員對非法產生的煙花爆竹進行銷毀。對於村民家裡損失正在核查評估，該賠償的賠償。你說這叫什麼事？他請的第三方專業公司去銷毀從各個煙花零售店，對吧？沒收繳來的那些叫什麼不合格的煙花，就這意思啊。集中銷毀，結果請的是第三方專業公司啊，去集中銷毀，結果把人家十來里範圍內的啊很多玻璃、窗戶、門都震壞了。那网上有很多視頻啊，而且還升起了蘑菇雲，也就是那個爆炸非常厲害。那這是什麼專業公司啊？不是专業公司怎麼比不專業的還厲害呢？這個具體原因啊，咱們不用去過多糾纏啊。总之說明的是地方政府，对吧？跟這個煙花它過不去。那這個郴州也一樣，跟這個煙花過不去。不管它打的旗號是什麼啊，对吧？有的是煙花不合格，有的說環境污染。總之煙花是嚴防死守。那為什麼還要生產煙花呢？你把全國烟花
爆竹廠給它挺掉不就完了嗎？何必呢？又讓我想起了啊，這個前不久的吧，那個始祖鳥是吧？是哪個品牌啊？我忘了啊，一個姓蔡的对吧？就是那個08年奧運會那個設計那個大腳印的那個炸山專家對吧？在應該是青海是吧？還是西藏炸那個喜馬拉雅山升龍？你看看有錢人有地位的玩的多嗨，你這小老百姓開個小零售店，人家就跟你較勁，放個煙花就有人管，想方設法的管，各種名目的管，對吧？但是人家在那個生態那麼脆弱的喜馬拉雅山那個地方玩升龍，要不是網友這個爆炸的，不是網友炸鍋了，有人管嗎？你看看啊，这個加上這個新電動車國標是吧？新國標電動車，你就發現這些專家這些有關部門啊，專門盯着小老百姓，這是第一層意思啊，就是你老是盯着這個煙花，如果這煙花真的是十惡不赦，又是假冒偽劣，對吧？又是這個質量不過關，危險，又是環境污染，你就把它停掉吧，不要有人可以放，对吧？有的人可以光明正大的放，小老百姓放一點就得像做賊一樣的，一視同仁嘛。你不要有的地方政府是吧，搞什麼活動就可以公開放煙花，那怎麼着他放就不污染環境是嗎？老百姓放一個就污染了環境。第二個啊，如果真的這個地方對吧，它是市區啊，就是華泰城啊，那個旁邊是個大型社區對吧，在那兒你燃放煙花啊，不光污染環境還有危險，那你也得給人家一個緩衝期，這個大家都能懂的吧？我這個你是蓋了大紅公章的对吧？是你政府機關給我發的經營許可證，是到12月31號，你就沒有理由提前來，甚至啊12月31號之前我是光明正大的賣，對吧？這叫國家信譽啊，你給我發的證啊，你怎麼能還沒到期你就要收回呢？不讓我賣，你不讓我賣也行，你把我的所有的這個煙花你買走，對吧？原價賣給你，你還得賠償，對吧？這個沒毛病啊。就如果政府啊突然這很多是叫不可抗力嘛，对吧？上面上级有指示，对吧？这個規劃變了，那下面就得執行，那行啊，你來承擔損失就行了，對吧？你給人家補償，你給人家授權是到2025年12月31號，那你就得，對吧？這之前你就得給人家補夠，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如果到了12月31號，理論上你是應該給人家辦證的，這叫營商環境，對吧？人家一般的約定成俗的就是我這個店只要沒什麼處罰，沒有任何這個違規，你就應該訓言，對吧？繼續授權，而你說我不給你授權了，對吧？不讓你賣，這個也屬於營商環境。如果你不給人家再延期，對吧？不再批1年經營這個期限啊，那你也得幫人家妥善解決，這叫民生，對吧？所以從這一點上看啊，那地方政府確實叫懶政一刀切啊。如果你不再延期的話，你說明年你這個證辦不下來，那你得提前告知，提前半年，對吧？你要就像那個租房一樣的，你不租給我了，你不租給我，你得提前1個月說啊，對吧？這些你看這個都是生活常識啊，對吧？你就是租個房子，你說我下個月不租了，你也得跟房東提前說，房東呢不租給你，他也得提前幾個月跟你說，得容许你去找啊。如果你不提前說，你對吧？你這個租金他就不退給你啊。就牛馬打工也一樣啊，对吧？你这個你不要我了，也得提前說一聲啊，還得該補償補償，是不是這個邏輯啊？所以說你在當地開店，國家給你發證也是一回事啊。如果明年不給你續了，那得提前說，我來該補償還得補償，這些都沒有，所以啊，活把一個人逼死。現在做生意多難啊。為什麼說環保問題啊？正好今天啊，網上又爆出來一個也叫奇葩啊。今天很多媒體報道，這個你比如說縱覽新聞、紅星新聞都報道什麼呢？報道甘肅省臨夏市有村民稱啊，有落款為當地村委會的倡議書出現在土礦的礦洞附近。該倡議書提出，為了減少大氣污染，守護臨夏藍，希望村民自覺停用土礦，堅決不復燃土礦。你說甘肅啊，對吧？那些北方地區燒礦，那是幾百年上千年的傳統，冬天生火，對吧？燒礦，這個風現在為了藍天白雲，為了這個環保不讓燒礦，這個風啊還是颳到了甘肅。最早是北京周邊不讓燒，當然了，這個河北的燒礦的少啊，但是他那屋內啊用那個蜂窩煤，對吧？用這個什麼柴火燒爐子取暖。這個應該是5-6年前、6-7年前，對吧？北京周邊的河北甚至山西這些地方，甚至陝西啊都不讓你燒，所以那個時候天天媒體報道的就是那個教室裡面的那些孩子動手動腳，老師對吧？老人還凍死的啊！現在這股風啊，終於颳到了甘肅啊，甘肅也難以幸免，礦都不讓你燒了，以後東北啊恐怕也不讓你燒礦，燒什麼呢？不管燒什麼，反正先不讓你燒礦，有錢的用電，沒錢的燒氣，清潔取暖，以環保為名啊，不顧這個
個地方的發展，不顧地方老百姓的這個生活水平，這不就是苛政嗎？這個就是柳宗元的啊捕蛇者說，所以大家就理解了捕蛇者說为什麼從課文裡面給它刪掉了。你這玩意是傳遞負面思想。最後我想說的是啊，這個鵬鑫煙花零售店的這個老闆彭濤啊，他的所為，他雖然很悲慘，但是他的所作所為不值得提倡，網上也沒必要去煽情啊。但他在現在雖然媒體啊或者各方沒有直接說就是他引爆的這個煙花零售店，雖然我看那個中國新聞週刊採訪啊，這個老闆娘的意思應該是彭濤對吧引燃了這個煙花爆竹，但是這個很顯然是犯法了。就是你檢舉揭發的那些官員有沒有問題還兩可對吧，還在調查之中，但是你這個所作所為已經犯法對吧？當然這個最終的調查結論還沒出對吧？如果調查結論啊是彭濤主動點燃煙花，那你這個涉嫌縱火，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你這個性質比那個貪官的性質還要惡劣啊，对吧？这個涉嫌構成放火罪啊，縱火罪啊。你想想啊，你那個房子是租的，是房東的，人房東招你惹你了嗎？對吧？好，你的房東是有可能那房子是对吧？是当地部門的，那你周圍的那些商戶呢？周圍的別的鄰居呢？招你惹你了嗎？對吧？你用這種方式不提倡啊，慘悲慘但不悲壯，對吧？這種做法有點就是拉人墊背，對吧？我不過了，我也不管，你不為自己的家，對吧？不為自己孩子着想。他有兩個兒子啊，一個16歲，還有一個12歲吧，倆孩子媳婦。你說你這麼一走了之，太衝動啊，對吧？這個倆兒子媳婦怎麼辦呢？這個可能還面臨着這個民事賠償。完了，你這個貸款，對吧？你這借的錢還要還，不能因為你死了，這個債就沒了。所以說這個太衝動啊！通過最近啊這些亂象，實際上感覺到啊經濟下行啊，這個整個社會啊就像一個高壓鍋，這個壓力是越來越大。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